香港外牌楼吊一粒素色的大彩球，一寡民众经过时，拢嫌讲看起来淡薄仔刺擦、淡薄仔开看。高雄港务公司讲，装置艺术是去年耶诞节才吊起嚟的，本来条是讲会通光，照出来美丽的光影，无想到市民拢反映讲歹看，按算2月底就会拆掉。因为伫要过年啊，引起到真烦恼，讲有民众有当地卡话，即马已经提早拆掉。 真古朴的牌楼写着大大的高雄港，这是盐埕地区专属的地标。不过，对去年耶诞节开始，牌楼顶悬煞挂着一粒装置的艺术，就是这粒白白素色的大彩球，互袂少的民众经过，拢会特别来看。一个无注意，佫会看到眼去。 新春到啊，无一定要挂红色、挂金色的，有一个喜气洋洋。白色的看起来，对啊，就告别式啊，蹙眉头啊，无好啦。你若红色的喜气洋洋，今仔要过年啊，你用迄白色的，等你知影，看的人感觉怪怪开安尼，这个牌楼遮尔啊水，遮尔啊宏大，来挂一粒白球，等了感觉美中不足啦。不但不足，佫再安那来感觉硬叫硬叫。 正看倒看，毋管搁再看几摆，拢感觉怪怪。原来这个装置艺术，互人联想到告别的仪式，有拍积水的感觉。还是拆掉比较好吧。拆掉啊，不好看。原本是想要营造公影的艺术，无想到却因为观感的问题引起争议。高雄港务公司只好请相关的单位赶伫咧过年进前将伊拆落来，互牌楼恢复原本的模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